咱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先准备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是何等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伫拄着困难挑战的时，你帮助阮；互阮拄着失志艰苦的时，主你扶持阮；互阮今仔日会当带着平安的心、欢喜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求主教阮三合之地，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主，阮明白阮是有罪软弱的罪人，但总是伫你丰盛的恩典中间，阮借着耶稣基督为阮死，阮会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进入至圣所，甲你交陪。阮也要伫今早起的礼拜中间，甲主同齐道共守圣餐。主，阮知影这一切拢毋是突然间发生的，是你美好旨意的安排。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互阮成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也成做主内的一家人。是阮的主啊！阮要搁一遍奉你的名来主执，恳求你教阮三合之地，安静阮的心，互阮心亲像落切切欣慕溪水同款，来欣慕甲你亲近。阮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阮无论献诗、抒琴、书会、团工信息，主你的恩典拢到阮三合之地，你的圣神拢引带阮，互阮会当伫礼拜中间做美好的服侍，帮助众兄弟姊妹敬拜你。亲爱的主啊，阮恳求你也保守看顾阮的教会。特别，阮要将阮教会的长级同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坚固阮这个属灵的团队，互阮会当尽心尽力来为主拍拼，也尽心尽力去追求主的心意，满足主的心意。阮今仔也要召开中级会甲小会。求主你的旨意落实伫阮的中间，我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彼此相听，互相扶持，用教会生活来丰富阮的生命，也当尽力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为主做见证，来荣光主的圣名。是阮的主啦，我也要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无论内政外交，求主拢掌管，也互阮百姓会当伫遮安居乐业，会当有自由敬拜，会当自由追求真理的心，也兴起台湾的正教会来荣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就对上主唱新的歌，伫圣的子民的聚会中称赞伊。愿以色列因为因的主创造主来欢喜，愿锡安的子民因为因的王来快乐。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日会当做伙来做礼拜。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181首，俄罗主耶和华，请咱起立来吟。请咱有缘徛地来读诵读圣经。我信上帝，在你的创造天的主宰，我信仰所有上帝的信仰，咱主以对圣经祷拜，对在世路马亚出世，以为对那多年来幸福，变心的喜爱所的礼物。别在你对象用过吧，就你他最专业的兄弟保佑，愿你来心化吧的信仰，我信圣经，信奉教会，信奉圣风，最下面有配有吧，因为我命，阿门。对。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造化万物的主宰，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通过你奥妙圣手的作为，想使阮人类生存伫这个地球。你予日月星辰有规律的运行。也伫无共的世代演变中，有时将关山变做海洋，有时将大海变做平地。你予春夏秋冬伫无共款的所在，伫执行因的功能，来调节爽快的气候，互阮生活。主啊，伫世间时常变迁的时，愿知你对阮的应允，永远拢无改变。早时你怎样照顾你的选民以色列，
伫旷野中用玛纳甲盐吞来养饲因，用粉条、火条引带因。那今日阮生活伫台湾这块宝岛，常常受到中国的压迫、侵害、限制，加在有你的保守甲看顾，通得到平安甲继续的繁荣。愿要献上阮的感谢。听阮人类的上帝，今日是环境保护主日，我每个一摆呼吁大家，就爱维护上帝你所赏赐美丽的环境，因为阮人类的无知、贪婪、自私，因为家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无限制的开发矿山、khai出矿物，甲开垦建造农作物，破坏环境的生态，直到大雨一来，湮灭产园甲财产。恳求天父上帝，互阮停止自私甲愚妄的行为，要珍惜好好管理。上帝你所赏赐一切的资源，阮深知，阮徛起伫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暂时假期的过路客。阮袂当对这个世界带走任何的物件，只有遵照上帝你的教示，爱护你所赏赐的一切。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喜乐，怜悯佮拯救的天父，愿才会受恩的今日，即是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点醒阮，无过头挖靠地面上的美娘，却来失落天顶的宝箱，也无因为追求暂时的利益，却来失去。领受救恩的福分，求你用真理甲活命的话来充满阮遥过个脆大的心灵，透过蔡牧师的信息，互阮通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阮要从今早起的敬拜甲服侍，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引带带领。这是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这声安尼讲。三个来交托启应文第6篇，伫圣诗后面第8页。启应文第6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的灵魂静养。我虽然行伫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
对我到一世人。今早起圣歌队要带咱来敬拜上帝，因要吟的诗是着纪念我。感谢圣歌队用真优美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时，请咱来看上帝的话，有两位。第一位记载伫《使徒行传》20章第7节到12节，《使徒行传》20章第7节到20节，台语
台语汉语本是306页，中文译本是218页。使徒行传20章第7节，拜六暗，愿大家聚会擘饼的时，保罗甲大家谈论，因为假日就要离开，所以讲到半暝。阮伫聚会迄间楼顶的房间有点真侪灯火，有一个少年人叫做油嘴果，坐伫窗仔门。保罗继续讲真久，伊煞困当眠，对3楼扑落去。大家甲伊扶起来的时，已经死。保罗落去拍伫伊的身躯，甲伊揽咧，讲毋免着急，伊还有气。然后伊个爬去楼顶，爬饼食，继续甲因谈论真久。到天光才离开，因甲迄个活起来的少年人带转去，大家受真大的安慰。第2位的圣经，有关是新约希伯来书第10章，希伯来书第10章24节到25节。现在台语译本是486页。现在中文译本是347页。希伯来书第10章24节，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三听甲做好事。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搁较着安尼，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今早起，蔡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信仰的学校第7讲。信仰的学校第7讲，毋好翘课，毋好翘课。请咱用恭敬的心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讲这个教会系列已经讲过几来系列吼，咱有讲过教会是主内家庭，是心灵的病院，是信仰的，也是见证的团体，是信仰的学校。尤其咱信仰的学校，咱有讲过头前有6讲，咱除了讲信仰学校的基本概念，嘛有讲到信仰学校制服的性质。今日要甲大家来讲信仰学校的最后一讲，就是毋通旷课，爱认真学习。要领受上帝话，进入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会当帮助阮，会当精心调整、改变阮的生命。愿恳求主，你即时帮助阮，拍开阮心灵的目睭，有属灵的智慧来明白你的话的奥秘，也透过今仔日的信息来帮助阮调整阮的生命，互阮哪来哪亲像你，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为你做见证。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牧师有时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到欢喜来教会聚会，欢喜来教会敬拜，但是我有时常常也是毋通问好因为惊得到失望的答案。感谢主咱讲教会是信仰的学校，安尼敢是有一寡人无想要上课，想要翘课，想要旷课咱讲教会是主内的家庭，安尼敢有人想要离家出走？
当然，咱伫进前3年半的疫情中间，咱伫2019年，咱平均的人数是1050个，但是咱若看最近咱的聚会，大概拢700几个、800个，差不多减2成外。当然有一寡人是不可抗力，可能破病还是身体较虚弱。但是到尾有一寡人，伊就习惯啊，就无来聚会。所以牧师要通过今仔所读的第一段经文来做一个起头，甲大家做伙来想，初代教会因是用什么款的心态来聚会？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保罗一遍真特别的经验。保罗的宣教团队因来到一个所在叫特罗亚，伫这个所在因做伙组织，因为咱知影保罗的宣教方式是，伊是一站过一站，用迄个旅行团队，用一站过一站，这个城市报道一段时间，帮助因设立教会。设立教会了后一遍，过来，过点一点仔时间来坚固因的信仰，然后就刷去另外一个城市，继续伊的报道的工作。所以保罗伫这个特罗亚这个所在，无真久的时间，所以就把握迄个时间，常常对这个信徒讲道，因为伊拍算第2天就要离开。所以迄暝就一直讲道，一直讲道，一直讲落，讲到半暝。因迄时阵是伫一间老厝顶面聚会，圣经中间讲因有点真济这灯火，有一个少年人叫做维推果，这少年人。伊坐伫即个窗仔口，咱来理解伊可能工作一天非常非常野神，佮加上可能真侪人伫迄个真细间的厝内底组织，佮点迄个灯火，今仔毋是咱叫电灯，是点蜡烛，无就是点火把，所以迄空气就。哪来咱讲含氧率就哪来低，所以那缺氧的时阵，人就爱困嘛，会拄久嘛。这个少年人伊坐伫迄个，伊人可能真济啦，所以就坐伫迄个窗仔口，无想到煞困当眠啊，拢对迄个楼顶摔落去。哇！众人看到伊摔落了。赶紧落去楼骹，保罗嘛落去停止伊的讲道，落去楼骹来看。众人讲伊已经死，但是保罗做一个动作，伊拢拍伫即个少年人的顶面，然后来揽。咱若看到这，咱就想到旧约先知内底有2个人，带师傅甲徒弟，以利亚甲以利沙，伊拢捌用这种方式。将一个已经宣布死亡的囡仔救活，所以保罗嘛，照这款的方式，拍伫伊身躯顶来揽的。但大家讲毋通惊，伊遐有喘气，来救活起来了，因就去咧楼顶，佮继续爬饼，然后佮继续讲道。一直讲到天光才离开，因将这少年人活活送上去，大家拢大受安慰。今日牧师要甲大家来看这段初代教会因组织的情形。咱来理解初代教会因组织的条件，甲咱今日差太济啊！因是伫一间细细的老仔厝内底。半暝时爱点灯火，大家真渴无做伙组织。保罗因为第2天要离开，
讲到半暝，一直讲到尾啊，讲到天光，大家有愿意留落来聚会。因无亲像咱今仔有素食的椅啊，无亲像咱有真光的电火，有真好的空调设备，有真好的即个音响设备，遮拢无，因有一粒较无主的话心，所以因伫遐通宵伫遐组织。通过安尼，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想讲，咱今仔的条件比过去好太济啊！但是咱到甲因亲像相款迄款热切要聚会的心，咱来理解有一寡信徒，做信徒久了后，就会有一种病发作。那得到这个病吼，有一种共款的现象的发生，就是头起就对属灵的代志渐渐无兴趣。本来一切拢正常，但是若讲要去礼拜、要去聚会的时阵，心中就开始怪怪。我今仔开始无啥物感动，要去教会，双脚所行袂出去。听好，聚会时间过了，一切又恢复正常。礼拜日早起时，要教会礼拜进前，魔鬼就开始动工，就对伊讲你去遐敢有啥物路用？牧师逐白讲拢嘛是迄套。我伫厝里困，甲去遐困，毋是差不多。不要紧，我较慢出发，不要紧吼。那下副牧师讲道就会使。若无至少下副奉献嘛，不要紧。无最后就讲无牧师最后祝祷的时阵吼，我有去受到祝福就会使啊。所以就慢慢低倒，慢慢的无爱去聚会。讲我已经聚会遐久我30-40档拢咧聚会啊，互我休困一礼拜。还是讲我即礼拜工作太忝诶，我休困一下。所以你会发觉讲，得到即款病的人常常会受到撒旦的攻击。这种病毋是即马较发生诶，伫新约时代就有啊。有一寡信徒，伊毋是简单灵性退后，伊可能受到当时阵真大的迫害，所以信心摇动，开始停止去教会聚会。所以今日所读的第2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同因讲，毋通亲像某一寡人放弃了聚会习惯。这人甲咱甲一寡人相共，开始冷淡无聚会，一开始可能减少几遍的聚会，了后习惯了后，就无要聚会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字习惯，习惯这个字原文是叫做规矩，还是讲规条？意思讲，停止习惯聚会的人是头起1遍2遍，偶然停止1遍2遍的聚会。头起可能家己会感觉责备家己，但是当伊停止惯习了，即款受责备的心就麻木啊。就检查以后无聚会，伊嘛袂感觉安怎，变做一种习惯。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咱知影伊是反对希特勒，所以伊后来受掠去关押。伊捌写一本册叫做《团契生活》，伊一开始就安尼讲，伊讲信徒会当甲其他信徒做伙生活，其实就做伙聚会啦，并毋是啥物理所当然的代志。咱今日感觉聚会是理所当然，但是伊咱提醒讲，毋是理所当然的代志。伊讲想看觅，耶稣基督生活伫对立中间，最后伊所有的门徒拢离开伊。
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阵，伊完全被孤立，四周围全部拢是做歹的人，甲踢笑伊的人。但是伊知伊来到世间，就是为着这个缘故，要将平安带予抵挡上帝的人。所以后来才有教会嘛。虽然今仔日咱聚会，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有真侪人无法度享受聚会的快乐。像潘火华强掠去家家内底关，伊就无法度有团契生活，就无法度有机会甲信徒做伙交陪，做伙吟诗，做伙敬拜上帝。耶稣基督嘛是相共，世间伊的门徒无一个了解伊，伊孤单钉伫十字架顶。但是换来的是教会被设立，咱有迄个机会通聚会。所以今仔日圣经的作者谈讲，毋通停止聚会。上界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咱会当聚会，会当通过聚会来敬拜上帝，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为着咱牺牲所带来。所以圣经谈讲，兄弟姊妹啊，咱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至圣所。原本咱是罪人呢，咱敢有资格通亲近上帝？无嘛。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咱牺牲，互咱悔改的人会当洗清去咱的罪。虽然今日当来到主的面前，甚至甲主同坐道来共守圣餐，这是何等大一种恩典啊！所以请大家爱把握啊，爱珍惜。所以牧师要今仔要甲大家分享聚会意义甲目的，但进前咱先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互咱无爱来聚会，爱翘课？一般信徒若无要来聚会伊通找100种理由来做借口。但是牧师也是做一寡分析，互大家明白，毋是要互大家找借口是要用安尼来提醒大家。除了遐个不可抗力，比如讲破病啦、伊爱值班啦，还是该爱做兵服役等等这代志，大概分做3个原因啦。但是我有时想讲，我今日来恁讲这介绍嘛无啥物意思因为大家拢有来聚会啊，无聚会拢无听到啦。但是嘛是爱小可做一寡有风声我问讲伫网络顶面人会当听到第一个是因为世界原因有一寡信徒初信主的时阵，伊爱参加聚会，较无参加聚会，但是一段时间了，就冷淡落来，无参加聚会。伊讲我无时间啦，其实无需要大家讲，啥物人无时间？只有死人较无时间啦。伊讲伊无时间，是因为共一个时间，伊有认为比较较重要的代志爱做。所以有一寡人为着要做生意、要上班，为着要工作、要发展事业，袂记得爱聚会。亲爱兄弟姊妹，咱常常甲这世间咧争战，咱常常咧想讲要互这世间赢，还是要互耶稣赢？咱的内心一直咧争战。但是主耶稣基督咱警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虽然除了拼事业、拼经济以外，咱嘛爱拼性命、拼活命。就是要通过聚会，咱得到快乐，咱才有能力去面对着生命中间的挑战。第二项，有一寡人无来聚会，是因为教会原因；有一寡人无明白敬拜意义，无法度去体会到聚会美好。因认为聚会是一寡无聊的代志，伊无法度对中间得到利益，所以无参加礼拜，无参加聚会。实际上，这有2方面来检讨。一方面就是教会
本身来检讨，主理的人爱检讨，主理的人带领敬拜的人，带领聚会的人，爱用心准备啊，毋通互人来浪费时间呐。所以我伫做小组长训练的时阵，我就讲，小组长拢爱做真力来准备，毋通互你的组员浪费时间，啊无大家就无爱来参加。但是另外一方面，参与的人嘛爱准备好势，拍开心来参与，啊，即较有可能改善，因为教会原因无来聚会的即个原因。当然有一寡人伫教会中间，甲别人发生冲突，无拄好，因为人的缘故停止聚会。但是咱来明白，咱参加聚会是要敬拜上帝，是要亲近主。人得罪你，上帝无得罪你。而且圣经内讲，爱用温柔彼此款待，存怜悯的心，彼此了解，亲像上帝伫基督内底了解咱同款。这咱典会有讲过，所以毋通因为人的缘故无来聚会。第三项是因为家己的原因，有一寡人因为个人的因素，可能是冷淡、失去信心。也是讲笨蛋、野心，这拢是咱爱去注意的。所以以上有讲三种原因，是一般人常常无来参加聚会原因。但是上界重要的是讲，如何一个人真实明白聚会意义、聚会好处，伊就意爱来聚会，较无来聚会。所以接下最后，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聚会意义。热心聚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信仰态度。参加聚会敬拜上帝，至少有几个真重要的功能。第一项，咱来参与聚会是表明咱需要亲近上帝。伫教会每一遍聚会中间，咱拢会当拄着上帝，咱拢会当亲近上帝。圣经中间，这咱的周报顶面写毋着迄个经节吼，应该是第10章啦吼。咱应该爱用诚实的心甲坚定的信心，用已经得到清气无愧的良心，甲清水洗过身躯来亲近上帝。这段经文其实咧提醒咱，聚会是要亲近上帝，拄着上帝。所以，咱得爱准备好咱家己，咱的身心灵拢爱准备好势，来到遮才通拄着上帝。因为咱拄着上帝了后，咱会当领受更新的快乐，互咱伫日常生活中间有能力去抵挡试探，有能力去做见证。咱一定要了解，咱是生活伫一个黑暗有黑的世代。咱如果无来常常亲近上帝，怎有气力去面对这试探，甲来自咱人生的软弱？这段经文也对咱讲，要拄着上帝，伫每一遍的聚会中间，毋是凊彩，你无准备心就当得到。爱真用心来准备，互咱会当伫这个过程中间去拄着上帝。爱用诚实的心、坚定的信心，用清气的良心，甲清水洗过的身体，将咱准备好势，来到遮，咱会当拄着上帝。我捌有机会去到韩国参与因的聚会甲敬拜，阮是去到一个迄个基督山，伫遐有一系列的训练。因为住伫遐，所以早起时的时阵，我就有时较早起来。伊迄基督山顶面有一个足大的礼拜堂，比咱教会大足济啊，亲像体育馆安尼，所以伊嘛阁分几来场的礼拜，毋干那礼拜日有，周间嘛有礼拜。我有一届早起时我5点我就起来，就伫迄个园区内底伫遐散步运动，
都看到差不多6点的时阵吼，都一群人开始伫教会的礼拜堂外口排队，要入去礼拜堂。我去看伊第一堂礼拜是8点啊，6点就有人入去内底，而且我阁走入去内底来看，因入去内底毋是伫遐咧讲话开讲，吼，伫遐咧交陪毋是哦，因就是坐伫遐咧祈祷，坐伫遐咧祈祷，甚至有人跪伫遐咧祈祷，准备心啊，要听候甲上帝相拄。啊，牧师无要求恁遐早来啊，恁着提早10分钟来，而且准备心。啊，我讲礼拜绝对毋通准时，一定爱提早来遮准备心，咱才有迄个状况会当甲主相拄，甲主交陪。第二项，咱来聚会是表明咱愿意追求属灵的成长，属灵的成长。咱下靠信仰好，当然是确保咱伫属灵的生命顶面会当成熟，会当成长嘛。好啊，所以咱嘛期待讲，咱赶紧透过咱的甲上帝交陪，得到快乐，赶紧穿迄个基督徒的制服，有基督徒的性质。当然吼，咱若去学校上课，你无欠惜，是代表你对课程的尊重，对老师的尊重。来到教会聚会，你无欠惜，是代表你对上帝话的尊重，对上帝的尊重。所以这是咱应该爱有的态度。何况这是帮助咱信仰属灵生命的成长。最后一项，咱来聚会是表明咱愿意甲其他的人分享生命。因为咱来到教会聚会，除了拄着上帝以外，咱嘛会拄着遐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的信仰经验拢真无共款，上帝恩典伫咱每一个人生命拢有无共款的情形。别人有的，咱无一定有；咱有的，别人无一定有。所以，咱能透过聚会中间的分享，互咱的信仰生命更加丰富。圣经同咱讲，咱爱彼此关怀，激发疼心，勉励行好。毋通亲像某一寡人放弃聚会习惯，却爱彼此勉励。既然在主的日子紧到，因着应该爱安尼。这伫咱的周报若写毋着章啦，吼，应该第10章啦，吼。这互咱3种提醒。第一提醒，就是咱的组织是会当彼此关怀、互相扶持。咱伫团契生活，伫小组内底，咱会当常常分享咱的困难，甲需要代祷的事件。咱的做法会当听咱所讲的，替咱代祷。咱嘛当参与伫每礼拜4暗时的祈祷会，除了甲上帝沟通以外，也当彼此代祷。这是教会生活一个非常大的恩典。第二项，咱会当激发疼心，甲勉励行好。圣经逐咱讲，互人爱比别人体较好，施比受更为有福。教会生活的美好是虽然咱的疼心无一定十全十美，咱行好嘛有时会灰心丧志，但是总是伫主内会当互相提醒，彼此鼓励，互疼心甲好所行会当发挥出来。最后一项，就是咱会当彼此宽勉，互相鼓励。咱伫生命中间有时会拄着困难，会失意，会跌倒，但是咱透过教会组织，彼此宽勉，互相鼓励，同行天路。今日咱会当有教会生活，这是主要所基督互咱巨大的恩典。咱爱珍惜，爱持守，借着聚会来拄着上帝，拄着人，得到快乐，分享恩典。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用你的疼充满阮，互阮会当记得你的话，
照你的话去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请咱做伙吟诗来回应上帝听。圣诗215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啊属伫伊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共守主的圣餐，甲主同坐道。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既然着我担当大，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安尼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大家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饼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虽然大声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列伫你面前所收拾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
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衬，会通诚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的生命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通荣耀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用恭敬的心，伸出双手来接这个饼。当咱接到这个饼了，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拍破伊的身躯，为着救赎咱。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加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纪念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我。心来摕这个杯，伫心中感谢主，伊流出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嘅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叫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甲大家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阮甲你同坐道，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主，阮恳求你，当摆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得到快乐智慧。信心、耐心，将你的话、你的心意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荣光你的圣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是请咱起立来感谢。天父上帝，愿感谢你，逐日享受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的灵者，也是生命的灵粮，愿拢得到养赐，互阮得到心灵拢永壮。即马将你所享受的金钱甲财灵献伫你面前，求主你甘纳，
也恳求你圣神感动蔡建元，正做你好意启敏。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请坐。这是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学习，成做尽忠的好管家。善尽生态关怀的使命甲责任。第2，杨新泽牧师伫昨带领社青牧区去伫外口活动，并且伫本主日伫集集教会参与礼拜甲献诗。接着，咱掀开第6页，社青牧区的事项。社青牧区的座谈会主题：这场面面观，持守美好的呼召。主讲人王大川长老、区宪约执事林建志执事。时间是伫6月7号下主日1点半到3点半。地点伫10楼礼拜堂。伫6月7时以前，请网上来报名，会当提供简餐，请兄弟踊跃来报名参加。这时咱来看一个底片。各位双联教会内外的社青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双联教会的洪大川长老。我在教会里面已经做小组24年了，我们叫天母小组，同时也是淡水马偕纪念医院的机构负责人。我们小组也常常邀请我们医院里面的各实系的员工，包括医师、护理师、研究助理、技术员等等的不同职系的同事，进入到双联教会的天母小组来分享主的爱。期望我们职场成为我们生命见证最重要的场域，那教会成为我们培养同工最好的禾场，让我们一起来为上帝国做工做见证。Hello， 大家好，我是邱显玉，现在是教会里面的执事。我目前的工作是在长荣集团里面的长荣国际水运公司。我是负责人，做了快40年了哈。那主要是航运的管理跟这个供应链的管理。接下来我们这个职场面面观会跟大家碰面。那也希望能够不管在职场或者是在信仰生活甚至1、2个结合当中能够给大家一些分享跟建议哈。嗨，大家好，我叫林建志，我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我们双联教会的职场面面观。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我本身的信仰，还有我本身信仰对我工作所产生的助力。我目前担任台力公司的董事长，那也兼任我们台湾冷链协会的理事长。我的最主要的专长就是我们所有的冷链工程。我很高兴跟你们一起同工，然后呢，在双联教会里面呢，我们共享主恩，一起在双联神的带领之下呢，我们一起来同走神的道路。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参加。好，透过底片的介绍应该是内容足精彩，所以期待咱所有的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这是要请牧师
来介绍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这位礼拜的兄弟，才有这个鲍孝辉甲鲍凯路因老爸甲查某囝因这伫外面伫外面伊是对美国回来欢迎另外是林佩颖姊妹，欢迎。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甲咱这位礼拜无介绍到的。欢迎这贵宾，等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咱拄则有报告咱教会一寡活动啦，今日咱分享的主题嘛是聚会，所以请大家爱把握机会来甲教会参与无共款的聚会，丰富咱的教会生活。这是不需大家提醒，多谢。这是请咱来吟上营508首，吟诗后请水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